其實單位緊廚係咪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呢？如果再加上可以有山景、名廁，我係望到部分維港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哋又嚟到睇靚盤嘅時間啦。今日我哋嚟到北角名苑世界參觀迎榮一個單位，而呢度望翻出去，除咗望到綠楊嘅山景之外，呢一邊更加望到維多利亞港，仲可以望到獅子山添。首先由工作平台嘅位置可以望到九龍區嘅山景，連接住工作平台呢個位置，可以考慮翻間房變成兩房嘅單位。而長方形嘅客飯廳更加方便翻家私靈活咁擺位。而露台就係主要望翻寶馬山嘅方向。而嚟到睡房可以試用埋窗台嘅位置啦。依間房有兩邊窗，山景同海景一樣都望到。而浴室亦都有活動窗，可以增加翻空氣嘅流通。而大門口旁邊嘅廚房保養上亦都相對之新淨。鄰近大門嘅位置可以考慮安放翻一個鞋櫃。